全國白切雞睇湛江，湛江白切雞睇安普。據說宇宙白切雞的核心就在安普，必須得安排一頓白切雞飯。Let's go！ 放大看一下安普雞飯一條街，這麼多家我都不知道去吃哪家好了，隨機找一家。正宗白切雞喎，40年老字號。呢啲安普雞啦，已經聞到香味啦。哇！隻髀唔好斬啊！1斤2兩。幾錢斤啊？60蚊1斤，或者要半斤。斬嗰陣已經爆汁啦，雞髀唔使斬啊！唔該老細。要幾多豬頭？20-30蚊咯，隨便咯。半斤起賣。好，咁啊半斤咯。湛江呢邊豬肚貴唔貴啊？100蚊1斤。幫我加啲雞腸。攞條俾你少少，5蚊雞。再加啲雞腸。裏面幾大喎，空調好涼啊！全國白切雞睇湛江，湛江白切雞睇安普。今日專登揸部車過嚟安普呢度食白切雞。白切豬肚啊，大名鼎鼎嘅安普白切雞，有埋湯配添喎。咁大兜湯啊？雞油飯啊？哦，就係雞油飯啊！你搞啲沙薑，整啲豉油，再溝啲油。安普白切雞啱啱高速度，我真係肚餓啦！先食啦。哇！俾嘅呢個花生油好香，啲雞肉好實淨，唔止話雞有雞味啊，仲要係啲雞味特別香嚼嘅。果然名不虛傳，怪唔知得個個都話湛江白切雞好食，係真係好好食。整啖雞油飯先。揀咗嘅係下莊60蚊斤，我呢度係斤2，70蚊到啦，好爽真係食得。試下白切豬肚，拼咗少少雞腸，因為白切豬肚係100蚊斤，同我配咗半斤。湛江呢邊整白切真係有一手，好鬼好味嘅。除咗白切雞、白切豬肚，湛江呢邊嘅白切鴨仔飯、白切羊都好好食噶。知道邊度白切羊好食嘅咧？評論區同我講。啲雞肉咁好食，試下啲雞腸先。滿口雞油嘅香味，雞腸係5蚊雞條。整個雞紅蔬菜湯，呢個湯應該係每張台都會配嘅。芥菜嚟嘅，甘甜啊！今日終於食到大名鼎鼎嘅安普白切雞，心情有啲小激動。一個人一共食咗129蚊，感覺一餐白切雞食唔夠啊！如果知道安普仲有邊間白切雞好食嘅咧，記得評論區同我講。再見，留住我數。